喂得喎，呢一套120平方，佢做咗5間房喎，就係金地世紀城呢邊嘅樓王單位嚟嘅。嗱，同大家詳細介紹，而家10萬蚊首期你就可以上車啦。呢個空間係可以送俾你嘅，你要利用埋創下啲草木房啊，或者我哋一個收納空間，完全冇問題。10萬蚊首期，佢再送你車位，再送你兩地牌，再送你部分家私家電。呢個優惠力度得唔得？呢個係廚房空間嚟嘅，佢係做咗個飛機戶型，呢個客廳兩邊係做咗房間嚟嘅，同大家詳細介紹。呢邊呢就係我哋一個書房嘅空間。呢度咧可以利用埋做個客房，完全冇問題嘅。嗱，而家咧佢係採光咧係一般般，但係打開窗咧係好光猛嘅。呢個咧係做一個主人套間嚟嘅。哇，呢個真係舒服啊！嗱，金地世紀城係我哋坦洲嘅豪宅天花板啊！佢係法式園林小區啊，呢個小區係真係舒服嘅。佢望翻咗一邊咧，就係我哋一個中庭嘅位置。嗱，呢個小區嘅綠化得唔得啊？然之後咧，我哋呢個位置咧，門口就有車直接翻到香港太子、東涌、荃灣香港嘅直通巴嚟嘅。嗱，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兒童房嘅空間嚟嘅，房間雖然細少少，但採光冇問題嘅。乾濕分離洗手間，呢個套間咧望翻出邊同樣係城市景觀。10萬蚊首期就可以買到呢一套120平方嘅5房單位。如果你有興趣，下方留言，我會發啲資料俾你。